大家好，我係別個20年年吞真姐，睇呢套別墅經高鐵站，靠近高鐵站，靠近海邊，你睇呢個係塞美溝咯，調溝啊，好大氣啊！塞美溝啊，朝南咯，東南咯，上下3層啊，建築面積係168平咯，係連排端頭位咯。你睇花園，有前花園、後花園，就有飾面花園嗬，葉子種咗花手嗬。呢個朝東南嘅洗光卑神之後所見即所得嗬。現嘅錢買落嚟，當時毛批240幾萬嗬。裝修花啦100幾萬嗬，你睇而家冇用到豆上金買啦吓，而家總價100幾萬，拎包入住，1樓做咗一個洗手間，仲有一個長輩房，呢度長輩房，做後衣櫃乜嘢都有，拎包入住啊，所見即所得啊。呢邊廚房，人氣入戶到廚房可以通到後花園啦吓，後花園有個花園好大。業主做好咗陽光棚，乜嘢都做好俾你，即係硬化成個做好，拎包入住啦。飾花園，花園業主種咗花手嗬，從呢度入嚟開車停車可以當3台車都可以啊，3、4台車。業主嗱種咗呢個2萬幾一個啊，2、3萬一個啊。我哋入嚟睇睇2樓嗬，2道門專欄密碼鎖，上嚟2樓睇睇哈。而家急售價100幾萬，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從呢度睇落去，係啦，業主就係深圳喎，好大氣啊！房間呢度2樓做咗2個房間，衣櫃乜嘢都做好俾你，仲帶咗個新海陽台。洗手間更濕分離，裏邊有更濕分離嘅洗手間。睇睇，空調、櫃子乜嘢都幫你裝好啊！到3樓去。3樓亦做咗2個房，總共5個房，3個洗手間。熱光就俾你安排上，仲有帶埋一個樓梯，有6、70平嘅樓梯。嚟，好大房間，帶埋電視機。睇睇而家洗手間更濕分離，呢度入嚟。總價100幾萬，你可以拎包入住啊！即買可以即住啦。我洗光非常好啊！而家11點，上午11點鐘啊，即係端頭位嗬，建築面積168平。有興趣直接用我陳炳源吞真姐睇啦，拜拜。